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以賽亞書第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神隨眾民所賴以，萬民被審慮擾議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們。今天讀以賽亞書第3章。主萬軍之耶和華從耶路撒冷和猶大除掉眾人所依靠的、所仗賴的，就是所依靠的糧、所仗賴的水，除掉勇士和戰士、審判官和先知占百的和長老、50夫長和尊貴人、謀士和有巧藝的，以及妙行法術的。主說：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，使嬰孩轄管他們。百姓要彼此欺壓，各人受鄰舍的欺壓。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，卑賤人必侮慢尊貴人。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說：你有衣服，可以作我們的官長，這敗落的事歸在你手下吧。那時他必揚聲說：我不作醫治你們的人，因我家中沒有糧食，也沒有衣服。你們不可立我作百姓的官長。耶路撒冷敗落，猶大傾倒，因為他們的舌頭和行為與耶和華反對，惹了他榮光的眼目，他們的面色證明自己的不正。他們述說自己的罪惡，並不隱瞞，好像所多瑪一樣。他們有禍了，因為作惡自害。你們要論義人，說他必享福樂，因為要吃自己行為所結的果子。惡人有禍了，他必遭災難，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報應。至於我的百姓，孩童欺壓他們，婦女轄管他們。我的百姓啊，引導你的，使你走錯，並毀壞你所行的道路。耶和華起來辯論，站着審判眾民。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，說：吃盡葡萄園果子的，就是你們；向貧窮人所奪的，都在你們家中。主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貧窮人的臉呢？耶和華又說：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，賣弄眼目，俏步隨行，腳下叮當，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。耶和華又使他們赤露下體。到那日，主必除掉他們華美的腳串、髮網、月牙圈、耳環、手鐲、蒙臉的帕子、華冠足華、帶香盒符囊、戒指臂環、吉服外套、雲肩荷包、手鏡細麻衣、裹頭巾、蒙身的帕子。必有臭爛代替馨香繩子，代替腰帶；光禿代替美髮，麻衣繫腰代替華服，烙傷代替美容。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勇士必死在陣上。錫安原民作他的城門，必悲傷哀號。他必荒涼坐在地上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神隨眾民所賴以，萬民被審慮擾議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神隨眾民所賴以，萬民被審慮擾議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。
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一章猶大聖城的默示，雖守獻祭卻犯事。第二章末日萬民歸聖山神，被尊崇偶像山。第三章神隨眾民所賴依萬民被審慮妖異。想一想，為什麼神會除去眾民所賴依的呢？